邊啊？有冇邊？8號啦，張睿啊，係不明啦，2次嚟襲都唔錯，馬房今日係咪都係靜靜咧？都唔係似係今日㗎啦。咁呢隻點都好過包裝旋風啩，嗰隻就開飛10倍喎頭先。而家就25倍嘅冷門賣嚟㗎。尤達榮啊，呢隻係尤達榮嘅。油溝。係啦。今日就屁都冇嘅馬房。冇人中意啊！好啊。OK，準備入閘啦！呢隻8號張睿而家27倍，見到佢2次試閘都幾好，喺泥地試閘2次都上名。2個哥哥同駙馬，一人2 win， 全天候跑道，哇！呢隻先係冷嘢。OK，8拖咗4，正 Q 位置 Q，8再拖埋隻熱門7。OK， 買咗條 Q， 細細地玩下呢注，因為琴日開會成日都唔得閒睇馬。OK， 睇下點跑。準備到9場 OK， 準備出閘。5力嘅泥地賽。7號都係冇飛，睇下點跑。5檔，黃帽、紅黑間。OK， 大家睇到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埋咗內欄。就係張睿。OK， 瞓下覺先，唔使心急，慢慢跑。OK， 而家守咗1、2、3、4、5，第5位，20幾倍㗎，撳下撳下先，唔使急。OK， 準備入直路，黃帽跣咗出去第3位，睇到啦，嗱而家望空，黃帽睇住隻灰馬同埋黃綠格，我2條 Q。有黃龍飛將啊，中間位置咧仲有張睿啦，開心5月啦，外邊肯佩斯8號出咗頭㗎啦，靠晒4、7啦。OK， 4號、7號、8、4、7。第3名堅有利錯㗎啦呢隻。就係有變數咯，佢有內檔開齋入開齋啦。有達榮啊！走漏咗咧。7就係核心嚟㗎啦，俾隻8號殺晒。8、4、7、1。嗰啲1號都係得個估字嘅啫。你1號輸，幾靚啫嘛！最近嗰啲第5係冇配備轉變。呢啲都係要喺泥地開齋咁。第3名堅有利，第8、4、7、1。OK， 8號就係呢種初跑嚟，中翻條 Q， 位置 Q， 8、4，去7、8冇派彩，哇跑1、3。跑第1名8號馬嘅張睿，導人派210個0半，位置派73蚊。跑第2名4號馬嘅黃龍飛將，位置派19個半。跑第3名。